面對着年底的選舉，南投地方檢察署結合着法院、調查局甲政風處，佇青柏溪壽天宮辦活動，透過宗教信仰甲在地文化結合，呼籲民眾拒絕賄選。佇咧民間青柏溪壽天宮，南投地檢署甲法院、調查站、有政風處等單位做會舉辦反賄選的宣導儀式。我們正式的啟動儀式是要結合我們南投縣的檢警調聯4個體系，我們希望今年的年底的選舉可以公正、公平、公開。加規仔頂關社賄選、假信息、境外勢力等等這些事，大家個做伙甲突破來展現反賄選的決心。大家去了解到這個賄選的嚴重性、違法性還有對民主政治的破壞的這個威力不買票、不賣票，有賄選就檢舉，那檢舉也是做功德。最後一項，剛才司長所講，賺獎金。南投地檢署表示，這個特別結合地方的信仰，透過宗教的力量來深化法治的觀念，呼籲鄉親就要鼓作賄選甲假信息，共同守護咱的民主。